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黐卡哇同自嘲熊嘅資訊。雞比今日就同大家開箱麥當勞第一彈嘅黐卡哇玩具，見到啲盒運嚟嗰陣整到有啲潮，盒嘅後面有晒多款公仔個樣。咁啱早幾日宣布咗第三彈唔會出，有啲失望添。仔細啲睇，每一個盒上面都會有佢哋嘅號碼，代表佢哋唔同嘅公仔。首先係第一盒1、2、3、4，係車車喎，架車仲未黐貼紙，個款嘅外形幾似海賊老師嗰架。當你擺喺台面碌架車嘅時候，啲數字就會喐，會顯示幾多 cm。呢個麥當勞 logo 就有少少喐。盒入面嘅說明書就話俾你聽啲貼紙黐喺邊度，黐完就會見到海賊老師同小白一齊遊車河，都幾得意。到第二盒嘅號碼係2、3、4、5，又開箱睇下係邊一款先，一睇就已經見到肥黐，盒入邊就冇其他嘢。哇，都幾靚仔喎！見到啲字都算仔細。呢個係點玩法嘅呢？原來轉個杯頂啲字就會識喐嘅。不過肥黐淨係識單音，唔知佢想講咩呢？睇下說明書呢個有咩實質嘅用途先。原來係一個筆筒，我哋即刻放啲嘢上去試下，都放到幾多筆嘅，啱晒大家放喺書台。下一盒嘅號碼係3、4、5、6。係兔哥喎，都係一樣冇貼紙。打開就見到有個麥當勞餅奇同埋一個兔哥，佢哋係可以扣住嘅，扣住佢就擺喺個台面度。另外說明書就話係可以打開個餅奇，入面原來有一張貼紙俾你貼喺餅奇上面。再扣返埋一齊先，兔哥就戴住煮嘢食嘅 M 記帽，雙手就攞住個鏟，下面嗰撇應該係牛油或者係楓糖漿。最後一盒呢個號碼係0、1、2、3，咁我哋剩低一款未開啫，咁所以一定係小白，一樣都係冇貼紙嘅。噔噔噔，小白媽出場啦！睇睇佢嘅後面係有個掣俾你轉嘅，如果後面呢一粒不停轉嘅話呢，就會係轉佢嘅月份，而呢一個就係轉佢嘅日子，咁就可以攞喺台面當做月曆啦。轉返去今日27號先，小白嘅外觀就着住件經理衫。咁麥當勞第一彈嘅玩具就係齊呢度啦，比較呢個特別就係架車車要黐貼紙，所以就會成個結構比較簡單。最靚就一定係兔哥。咁至於小白同肥黐嚟講呢，佢嘅動作啊或者用途都係比較簡單啲。其實細細個擺喺台頭度做一個裝飾的確係唔錯嘅。咁大家都係記住啦，無論係你係自己買又好，定係幫人買都好，記得唔好浪費食物啦。而第二彈嘅玩具到手嘅時候，我會再開箱俾大家睇。今日嘅黐卡哇麥當勞玩具開箱片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。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黐卡哇或自嘲熊嘅朋友睇。